厕所啊，然后还有屋顶漏水的，还有改善。我们也编列了一些相关的经费，针对市场的硬体，包括了地坪、水沟、环境清洁，还有我们的公厕，未来我们都会做大力的一个改善。有很方便啊，那些老人才可以不用爬上爬下，拿去那边给有需要的人，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啊。所以这边摊商都还蛮支持。对，蛮支持的，因为东西有时候每个人都要新鲜的啊。如果今天卖不光，没有卖光的，就是拿去那边，人家还是会拿去。因为其实市场有很多多余的物资，那其实摊贩商如果说要让明天再卖的话，坦白讲已经消失那个新鲜度了。那如果可以将今天剩余堪用，然后卖相不好的留给我们社区的长辈，甚至独居弱势，那其实这份爱会大家感受到市政府的温度。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菜市场是市民每日采购食材的地方，而卖相差或没卖完的食材该怎么办呢？台南市政府为了鼓励惜食的理念，陆续设置了16处爱心惜食平台，其中有15处就在公有零售市场。市场摊商可以将卖相不佳但还可以食用的食材放进冰箱，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此外，市府也致力于改善市场的硬体设备，例如关庙市场近期增设货柜公厕，方便民众及摊商使用。市场处并邀集在地7年级学生共同彩绘外观，展现关庙市场的在地特色，让菜市场除了民生采买，也发挥更多凝聚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关庙是一个老的市场，所以说我们有些设施还不很完善，所以刚好用最节省的方式，用最快的速度建置了这个货柜屋洗手间。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谢谢这个市场处很快的就能够反映这个在市场购物的婆婆妈妈以及民众的需求，然后能够很快的速度把这个公厕给设立起来。那它的功能虽然是货柜屋，但是功能一应俱全，而且事实上清理是很容易的哈。建立起这个惜食平台，用这个冰箱储存的方式，欢迎大家可以自行取用。不管是要做公餐的社区，或者是家里有需要的年长者，都欢迎来取用这个惜食平台里面的一些食材。我们希望能够建置更多台惜食平台的这个冰箱。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社会上有爱心的人一起来做。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12号礼拜1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各大夜市为5月25号暂停营业，至今已经超过1个月。现主时中央宣布微解封，台南市政府为着照顾摊商的生活，规划夜市恢复营业。目前已经有30个夜市提出申请，嘛初步审核文件合格，包括大东、武城、花园等知名夜市，将于今仔日开始陆续恢复营业。疫情趋缓，中央疫情指挥中心8日宣布微解封相关指引。台南市政府为了照顾摊商生计，规划予夜市复业。在第一阶段初步审核当中，有大东、武城、花园等知名夜市，会当自7月12号起陆续恢复营业。市府在开放的同时，更加大防疫力量，将伫咧夜市每一个出入口装设 AI 智慧防疫系统。运用科技协助防疫，非常谢谢我们在地方的有线电视台的部分那也共同跟我们针对于夜市的防疫，那也共同尽一份心力。那我想之前呢，市政府这边跟地方的有线电视台，我们的4家有线电视业者共同来做合作。那么针对透过摄影机的部分透过科技部的这个我们的人脸辨识来计算出整体场域的容流量。以及所有戴口罩这样的一个智慧分流，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智慧防疫的部分呢，我们希望在这个部分也一并引入到我们的这个夜市里面。那也非常谢谢大东夜市
我们的管理单位那共同一起来推动这样的一个智慧防疫。双子星上挂有线电视很荣幸参与这个智慧人流系统的一个建制了那也感谢市府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对这个防疫贡献一点心力。那这个系统是由我们有线电视提供宽频网络，还有这个摄影镜头这等硬体的建制那再搭配那个国网中心影像辨识系统的一个技术合作。那这个系统大概就是会自动启动人流的监控，如果人流超过人流数，或者是发现那个有民众没有戴口罩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启动这个广播提醒民众，来达到这个防疫的效果。大东夜市负责人吴汉清表示，疫情期间摊商无营业，严重影响生计。感谢市长吴伟泰以及市府团队对摊商的关心，夜市也已经做好相关的防疫措施，也为全体工作人员以及摊商进行快筛。为着要让咱这来踅夜市的人客呢，有一个安全，有一个放心咱就遵照着咱市政单位所规定的防疫措施，来做好这设备而且呢，特别对咱全体工作人员甲阮这摊商呢，阮伫今仔日提早来做这个筛检要对咱这市民呢有一个放心的场所的负责。7月12日，大东夜市就要恢复营业，除了规划人流管制，并运用 AI 智慧防疫系统。工作人员快筛、环境消毒等积极作为，希望让做生意的摊商、买物件消费者拢会当安心。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南市议会第3届第5次定期会为5月中旬3级警戒延会至今，将近2个月。如今中央宣布微解封，所以台南市议会各路的定期会时效，伫遵照中央的指示之下，决定为7月13号恢复大会。新冠疫情3级警戒虽然延长到7月26日，不过配合中央指挥中心7月13日微解封，台南市议会一切遵照中央指示，确定明仔恢复大会。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的延误了将近2个月那中央也已经稍微宣布可以微解封一下。那因为定期大会要照常进行，包括议员的总质询，包括电务案的审查，还有一些法案的处理，真的有时效性的问题那如果再延下去的话，那会势必影响下一次的临时会和定期会。那年度预算的决算都还没有审查完毕那我们就遵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呢来加以微解封的方式。那整个的防疫的措施会遵照中央的指示呢来加以办理，包括会场的人员的控制啦，官员与官员的座位的安排啦，包括有隔离板的措施，我们都会遵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来加以办理。那希望我们会整个的流程呢加速来完成以后让市府呢整个的预算包括议员的权益呢都能够双面来进行不至于影响。那我们明天会照常召开定期大会的市政总质询。议会遵照中央指示，包括会场人员的控制、隔离板、甲官员室处的距离等一切拢准备好13号会先恢复市政总质询，接续后续还有政府款案、甲法案的审理，以及年度的决算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配合中央防疫管制，针对真侪人爱去的和乐广场，为13号开始有条件开放。干部局除了加强清洁消毒以外，嘛请市民一定要专程挂喙罨。不过原本要恢复供水，让民众省水，考量疫情嘛决定取消。对过去人气强强滚，曾经一天创下1万人次参访纪录的和乐广场，对3级警戒以后持续管制。不过目前配合中央防疫政策，7月13号开始将有条件开放。对此，干部局表示，地下广场除了以500人作为限制。
到时嘛，只会当对中正路出入等相关的防疫，请市民配合。在这次微解封，为了让市民能够疗愈身心，能够舒缓自己的身心健康呢，我们市府这边开放了和乐广场，但在这次开放和乐广场，也要请市民一起来做好防疫的措施。虽然水情因解除危机，现场麦当看到已经开始恢复供水，不过干务局最后决议以防疫优先，并未提供生水。另外，详细夜景嘛无开放。台南新闻军及刘品言采访报道。另外，台南市针对电影戏院有适度的放宽，除了全面禁止饮食以外，嘛采用预约特票的方式。业者表示，因会用上界严格防疫，让消费者安心。伫美国上演第一个拜六的票房，就创下8000万美金的黑寡妇，即摆拄好拄到疫情有条件放宽，伫台南将顺利上演。不过，电影院为了应付可能的消费人潮，除了针对容易接触的所在，用纳米消毒器来随时清洁以外，员工卖伫上演之前甲散场以后，拢会进行消毒，嘛希望市民配合预约特票，做好防疫。全程的佩戴口罩，以及厅内，不管是大厅或者是那个厅内的部分的话，在微解封的部分的话，是全面禁止饮食的部分。所以在餐饮的部分的话，我们有做公告，就是提醒消费者，这段期间的部分的话，我们是贩售黑寡妇的套票，但是我们全面禁止销售所有餐饮的部分。电影院虽然列为有条件开放，不过嘛是相当认真来应付可能的防疫破口，希望让消费者安心看戏。因黑寡妇的一些强片来临，那也希望说消费者的部分到影城来的部分的话，它可以配合影城相关防疫的措施，那提供一个安全无虞的一个消费环境这样子。另外，镜头转到百货美食街，原本台南7月13號渴望开放伫店内用餐，不过市府紧急取消。对此，业者认为，不管如何变化，已经做好加强版的防疫，来应付解除警戒以后的作为。针对这个内用部分如果未来微解封的部分呢，我们也随时做好万全准备。那在针对顾客的部分呢，我们会实施2次的实联制。所谓是2次的实联制，就是他在大门入口了，我们会做1次实联制。那当他要进入到餐厅部分消费的部分，我们还会再做1次的体温检测，酒精消毒。那针对我们的员工部分，就是餐厅内的工作人员，我们会严格的要求面罩、口罩。那也是一样，2次的一个体温检测，就上班时候1次，那下午3点时候再1次，随时掌握各个工作人员的身体状况。那我们在每个餐厅呢，未来会采取梅花座的带位，也就是说，桌与桌的间隔距离在1.5公尺的安全距离。那我们也在人流的控制，我们会采取总数的1半以内。业者强调，依照政府规定，随时尽力防疫新生活来为人客服务。台南新闻军及刘品言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位伫安平知名苹果店，因为用料新鲜实在，加上风味特殊，曾经有过一天到600位人客记录，甚至阁有国外媒体去做专访。其实苹果色的少年头家是放弃100万年薪，选择家己创业，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店内除了早期的行李箱、拉里奥甲电风等装饰品，也阁有手摇的搓冰机。无毋对，即间就是位伫台南知名的苹果色。
头家 Jackson 原本是拥有100万年薪的高科技人才，不过为了不爱离乡背景，所以伫安平创业，并选择传承阿嬷卖冰的好滋味。因为公司要外派去马来西亚去从事建厂工作，那本身就是觉得说父母亲已经年迈了，那还有是我想念我的家乡，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去放弃100万年薪的薪资，投入那个转行这样子。想说就是怀念阿嬷的古早味的糖水好滋味，那所以就把重拾阿嬷的好滋味的糖水再把它重拾出来这样子。那刚好是我们家还有一些周边的朋友都有芒果，还有一些新鲜的水果的供应，那所以我们就把结合的这些供应链做一个统整的部分，那毅然决然就是把它做转行，那去做冰果室的营业模式这样子。Jason 甲太太两人同齐打拼，用心经营4年来，因为用料实在，汤水的风味特殊，加上所有水果拢是当年新鲜钓时，所以请济人交关。去年5日节一天到600外人的人潮，以酸鸭为例，5个月就卖到9000外斤，相当可观。加上安平的观光旅游商机，嘛带动济艺人来捧场。用因楼顶手绘知名地标的墙面来出境办活动，甚至红到日本、美国，用专业的杂志来推荐。每年在冰品业的是最主要是芒果季跟草莓季，那芒果是我们台湾的最好的外销的产品这样子，那也是受到那个日韩还有一些国外的媒体，还有一些观光客都有的钦点，就是来台南一定会想要吃芒果冰这样子。那爱武芒果也有俗称是我们那个玉井的红宝石，那在不同的时令下，我们会再推出更多的芒果系列的产品，这样子都受蛮多的国外的朋友的热销这样子。虽然今年5月开始受疫情冲击，不过游玩尽一份心力，响应各种公益行动来回馈社会。其中嘛包括今年1礼拜内，就予农民寄卖300箱高达3000外斤的酸鸭。同时为了感谢日本送来疫苗，嘛免开车伫台湾的日本人吃冰，甚至要带员工去日本耍。台南新闻军及何超邦采访报道。梅雨季节一过，正式进入典型的热天形态，这嘛是病媒网高原期。在对抗疫情的同时，卫生局嘛无放松，随时做好监测的工作，避免病媒网滋生。同时呼吁民众加强巡逻清路，若无天高日一来，就会变成两边拢无咧烧。防疫期间，台南市卫生局一方面来对抗新冠疫情，另外伫天高日方面嘛严格管控。天高日防治中心每礼拜派出几组的人员甲志工，进行幼儿童的调查甲监控。到顶礼拜第26周，发现平均的阳性率达到39.5%，其中乱数超过500例以上，有永康、安南甲南区总共5个例。幼儿童这个监测的话，基本是离咱的人口密集区那咱拢讲即马有离11区有咧坑离每一例的话阮市外有放10个桶市内有放2个桶咧收卵等者嘛会使互市民朋友来了解做卵放咧这个桶内底的话，伊会用那个收集的纸有一寡污点阮用这个污点的话，会去算这个。伊的放卵的那个密度阵若阮算起来，这个放卵的密度的话，伊的阳性率阵若40%，40%的话，阮就感觉讲，开始爱注意阵若60%的话这40甲60拢是爱动员去执清。毋过阵若靠这个力动员去执清，也共款无甲这个网数降来的话2刷那个隔周就是连续2周以上的话，安尼我们就会请甲环保局一起合作的话，我们登革热防治中心的化学组就会做室外的用预防性的一个喷药，然后我们也会做事后的扫蚊的一个监测，然后再跟市民朋友一起来动员。每周的话，我们会把这个结果用我们市府的 LINE 把这个每周的疫情
的那个通报的话，用市府的 LINE 或者是新闻稿哈，公告给市民朋友知影，因为阮的监测的结果哈，拢爱靠大家配合，结果嘛要让大家知影，拢是公开透明的。所以看恁大家看迄报表内底的话，会有一个平均的软粒数哈，平均的软粒数。那平均的软粒数的话，就是最近这个情况像。这礼拜是27周，顶礼拜的话，甲这个拜六的话是7月4号的话，刚好是26周。26周的话，阮安尼平均这样扛起来的话，哈，例如说平均起来是那个阳性率的话是40%，不过超过40%，像讲南区、安南区，哈，搁阴空安尼的话，安尼可能这个所在的话，人口数搁较侪的话，阮会发出像这种 cell phone 这样子警告的系统，互民众知影，互邻里就知影讲，这个所在咱来注意，来顺顺的哦，寻到清刷哦。不管是新冠疫情，或者是天高热的防疫人员运用科技，不但有大小型的幼软筒，另外利用长杆、反光镜、加切盘的保特瓶，就会用插看厝尾顶的排水沟。如果发现积水，就会用马上来倒药。灯房中心就自己设计这种叫巡查棒哈，我们可以来看看，哦，这样子大家从镜子里面就有投射，看它有没有积水哈。伫调查幼软筒的同时，防疫人员嘛会进行环境的检视，亲像帆布的凹槽，或者是无用的塑胶花卡顶，因为内面有凹槽，容易来积水。防疫人员嘛会甲住户进行宣导，尤其西半部最近容易下晡来落雷阵雨，呼吁民众一定要加强巡倒清刷，避免天高热变袂网的滋生。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在云的天气，温度27度到33度，落雨几率有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7月1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